好歡迎各位收睇《昨日香港》第5輯。今次我哋同大家講下2000年代嘅香港巴士。喺2000年代，有好多嚟自歐洲各地嘅新型號巴士出現，但係同時巴士公司亦都保留咗一啲古董嘅巴士，好似九巴呢架1949年出廠嘅丹拿 A 咁樣。佢嘅樓梯設喺車尾，採用木質座椅，同而家嘅高背豪華座椅係有好大嘅分別㗎。佢嘅駕駛室設計好簡單，同而家嘅巴士實在有好大嘅分別。喺以前，巴士係冇電動落車鐘嘅，乘客要落車呢，就要靠售票員拉繩響鐘通知車長有人落車。仲有啊，以前啲巴士係冇電閘，係要用人手拉閘嘅。嚟到1963至到1966年間，九巴引入咗210部長34尺嘅 AEC Vision 5，俗稱大水牛或者長龍。佢係當年九龍最長嘅雙層巴士嚟㗎，佢可以載成114人咁多。而呢啲巴士係第一批採用半自動波箱嘅巴士，喺投入服務嘅初期係採用藤椅嘅。喺70年代全面改用而家大家見到嘅玻璃纖維座椅，為配合一人控制嘅需要，九巴仲喺70年代嘅末期將 AEC Vision 5改裝成大家睇到而家嘅模樣。睇完古董巴士，不如睇下新型嘅巴士啦。喺鏡頭前面係一部細罐低地台雙層巴士，佢喺2001年投入服務，可以載127人。我哋入去睇下先。新型嘅巴士嘅駕駛室比以前係複雜好多㗎。時代進步啊嘛，除咗咁樣，八達通機、電子價錢牌、全自動波箱都係而家嘅巴士不可或缺嘅設備。哇！一個車長除咗揸車之外，仲要控制咁多嘢，真係犀利啦！真係巴士要增值，人都要增值埋一份啊！為配合雙建一家嘅大前提，新嘅巴士嘅出入口都係採取一啲無梯級嘅低地台設計。巴士嘅下層設有輪椅停泊區，扶手就設有凹凸紋，仲配上鮮豔嘅顏色，方便乘客。咦，睇到呢個城巴25週年嘅巴士，就知道城巴唔經唔覺喺香港已經有25年咁耐咯喎。係啊，城巴喺1979年成立，初期主要做一啲出租巴士同非專利巴士嘅業務，喺1991年開始涉足專利巴士嘅業務啦。而喺93年嘅9月，城巴成功取得中巴嘅26條專營巴士路線，開始成為大型專利巴士公司。九巴喺2003年開始引進直樓梯巴士，其中一款配威車身嘅超級奧林比安巴士，呢啲巴士嘅車身設計非常獨特，比較前衛，所以有前衛巴士嘅稱號。九巴嘅直樓梯巴士嘅車身比一般巴士闊5厘米，所以呢啲巴士亦都採用較闊嘅座位。大家見到有玫瑰花紋嘅就係闊座位啦。仲有啊，呢款巴士嘅車身嘅頭、尾、車窗都係採用一啲半圓形嘅設計，睇起上嚟好似隻雞蛋咁樣，所以佢哋又有雞蛋殼同埋子彈頭嘅花名啦。咁仲有啊，九巴嘅直樓梯巴士都係採用一啲外伸式嘅落門，更加能夠保障乘客嘅安全啦。截至2004年年尾，九巴有超過100部前衛巴士，佢哋行走嘅路線遍佈港、九、新界，所以大家想搭呢啲前衛巴士係一啲都唔難㗎。依家我哋帶大家去暢遊香港各區。首先嚟到屯門區，呢度係屯門鄉事會路同屯興路交界。咦，呢個又藍又紅又灰嘅巴士係咩嚟㗎？
哦，呢架係九廣鐵路嘅巴士。九廣鐵路巴士喺1986年成立，初期只係提供輕鐵服務區嘅接駁巴士服務。時至今日，九鐵嘅接駁巴士服務已經覆蓋整個九鐵嘅網絡啦。咁呢個四四方方嘅金色巴士係咩嚟㗎？哦，佢係德國製造嘅猛獅，配 Beckhoff 車身。隨住巴士全面空調化，非空調巴士買少見少，取而代之嘅就係空調巴士。鏡頭一轉嚟到屯門公路，屯門公路喺1978年通車以嚟，一直都係新界西北部地區嘅交通大動脈。雖然而家大欖隧道通咗車，但係每日仍然有幾十條巴士路線經過呢度㗎。哦，因為屯門有幾十個政府同私人屋苑，一共住咗成幾十萬人㗎，所以係唔可以忽視屯門區嘅巴士服務嘅。嚟到屯門，當然唔少得要去九巴屯門總收中心參觀下啦。九巴屯門總收中心總共有3層樓高，喺1983年落成，係世界上最大嘅多層式巴士車廠，仲入埋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㗎。咁大家真係要細心啲睇下啦。見到有部巨龍駛出，點解佢咁靚立立嘅？哦，佢係啱啱喺焗油房焗完油出嚟啊嘛。除咗噴油之外呢，巴士仲要人手油嘅，因為有啲地方係比較細微嘅關係。我哋上到嚟天台啦，見到有好多新嘅巴士。首先係一部配蕪裙車身嘅晚獅，九巴一共有17部同類型嘅巴士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見到一部10.6米嘅超級富豪奧林比安，同埋一部前衛巴士。可能呢啲10.6米嘅超級奧林比安係九巴最後一批非直樓梯嘅雙層巴士嚟。又見到一批新嘅丹尼士 and Wild 直樓梯巴士，呢啲巴士好有氣勢喎，有鐵甲威龍嘅稱號。帶大家嚟到沙田，呢度係瑞和苑，佢係香港第一批嘅居屋屋苑，佢仲攞埋設計獎㗎，好巴閉㗎。不過行走瑞和苑啲巴士都係長度較短嘅雙層巴士嚟嘅，包括有丹尼士巨龍9.9米、富豪超級奧林比安10.6米，或者丹尼士三豐10.6米都唔定嘅。落返嚟火炭山尾街巴士總站，可能係車長食飯時間嘅關係啦，所以有好多巴士泊咗喺度。跟住我哋入到馬鞍山，首先見到一部11米利蘭奧林比安。咦？點解個車頭路線牌咁細嘅？維修嗰時換㗎嘛。九巴總共有3部11米嘅奧林比安，都係採用呢種路線牌嘅。跟住我哋上到錦英苑巴士總站，見到一部11米利蘭奧林比安，行走86號 K 路線。而家好多巴士都好似呢架巴士咁樣，都貼咗一啲 T 字形嘅橫幅式廣告㗎喎。係啊，自從喺90年代嘅末期就流行返呢種橫額式嘅廣告。初期喺巴士嘅左邊車身用普通嘅橫額式廣告，而右邊呢嘅車身就採用 T 字形嘅橫額式廣告嘅，大家可以睇一睇。近年嚟，橫額式廣告就發展至加入透視廣告嘅技術，好似呢架巴士咁啊。右側車身嘅廣告就係十字形嘅設計，左側車身就維持一個斧頭形嘅設計。車裏面嘅乘客喺車外嘅風景呢係唔會受到影響嘅。
仲有啊，而家巴士連車尾都有全幅式廣告啊，真係物盡其用啊！攝影師帶大家嚟到荃灣區，呢度係三棟屋路，鏡頭出現嘅係利蘭奧林比安11米巴士，跟住上緊斜路呢係另一部嘅32號 M 路線，佢係都城家務11米三軸巴士嚟嘅。咦，個路線牌咁多字嘅？32號 M 呢條線究竟去邊㗎？32號 M 係由葵芳地鐵站往返象山村，呢條係循環線嚟㗎。九巴通常會將循環線嘅兩邊地點牌同時顯示出嚟嘅。所以啲字就比較細嗰啲。嚟到惠荃路，見到好多唔同類型嘅空調巴士同非空調巴士。你見到一個好靚嘅相機廣告喎，你係咪用呢架相機影相嘅呢？咦，你點知㗎？好快脆嚟到九龍，呢度係深水埗欽州街同荔枝角道交界。喺兩部空調巴士後面，我哋可以見到一部11米嘅都城家務非空調巴士。咦，點解呢架車嘅車廂係藍綠色㗎？都城家務係第一批採用遮光玻璃車窗嘅非空調巴士。喺1981年，九巴第一部都城家務三軸巴士已經係採用藍綠色嘅遮光玻璃車窗。去到1984年，九巴為改善車廂環境，所有新嘅非空調巴士全面採用藍綠色嘅玻璃車窗，當中包括11米巴士。去到1987年嗰時呢，九巴又改用茶色嘅遮光玻璃車窗，所以早期同後期嘅11米巴士嘅車窗玻璃顏色係唔同嘅。哇！即刻見到一部用茶色玻璃車窗嘅丹尼士巨龍11米巴士經過喎。接住落嚟係另一部茶色車窗嘅11米里蘭奧林比安，佢亦安有風機㗎。咦？呢架單層巴士好特別噃，咁有東洋味道嘅。呢架係30嘅 MK， 佢係九巴繼豐田 Coaster 之後引入嘅日本巴士嚟嘅，總共有184部，載客量係45人，喺90至到95年間投入服務㗎。鏡頭背後嘅深水埗警署已經有幾十年歷史，充滿咗英國嘅風味。九龍嘅同類型警署分別有油麻地警署同埋旺角警署。喺1997年7月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，所有嘅政府建築物除咗要掛國旗之外呢，仲需要掛紫荊花圖案嘅特區區旗。點止啊！香港嘅巴士都能夠順利過渡啊，繼續服務市民。咦，我記得呢度以前係大坑渠嚟嘅喎，我細個嗰陣好多鋪頭喺度㗎。冇錯啊，呢度係南昌街。你講以前嗰啲鋪頭仔變咗而家係公園啦。咦，鏡頭一轉，我哋嚟到旺角嘅彌敦道同旺角道交界。哇，真係冇改錯名啊！旺角真係旺啦，好多巴士啊，又有機場巴士同埋一啲非空調巴士添。沿荔枝角道直行，我哋嚟到塘尾道交界，見到有一座4層高嘅大廈。咦，佢係咩嘢嚟㗎？咁特別嘅？呢座係雷生春大廈，佢喺20世紀初期已經落成㗎啦，見證咗香港幾十年嚟嘅演變。佢而家仲係法定古蹟嚟㗎。咁當然啦，幾十年來經過雷生春大廈前面嘅巴士都演變咗唔少啦。不過唯一冇變嘅就係呢條馬路上面嘅交通都係咁繁忙嘅。大家鏡頭前面睇到嘅雷生春大廈呢，而家已經唔係咁嘅樣啦，因為佢已經係經過翻新，靚咗好多㗎啦。我有時間一定會去睇睇㗎。不過佢而家仲未開放喎。不過唔緊要嘅，我諗佢都會開放嘅。冇錯。到時一齊去睇睇。好啊，抵約定咯喎。好啊。又翻嚟旺角彌敦道同旺角道嘅交界喎。咦？呢架2號 A 咁特別嘅，係咪奧林比安嚟㗎？唔係，呢架係世冠巴士，九巴共有25部。嚟到夜晚嘅彌敦道，
真係同朝早一樣咁繁忙啊！因為每日24小時都有超過100條嘅巴士路線途經彌敦道，所以咪咁繁忙咯。咦，有巴士埋站喎！呢架係一部配用康明斯引擎嘅都城家務11米巴士，佢有280匹馬力，機械配搭同喺1990年代初期行走全錦公路嘅9.7米同類型巴士係一樣嘅。我諗呢啲乘客應該冇揀錯車搭啦，呢架係名副其實嘅快車。我諗真係啊！再帶大家嚟到呢個佐敦道碼頭巴士總站。巴士總站就有啦，咁個碼頭去咗邊啊？呢度以前真係碼頭嚟㗎，不過由於填海嘅關係，原來嘅碼頭位置已經變咗高爾夫球場。而佐敦道碼頭巴士總站亦都喺2003年關閉，取而代之係旁邊嘅匯祥道巴士總站。跟住落嚟見到兩部新巴嘅丹尼士巨鷹行走970路線。970路線係前中巴獨家經營嘅西區海底隧道路線，喺1998年9月開始交由新巴經營，佢係來往蘇屋同香港仔。去到2004年7月，970就改為蘇屋至數碼港，而原本嘅蘇屋至香港仔呢，就交由970X 代替。咦？呢個紫色嘅丹尼士巨龍係咪九巴嚟㗎？係啊，呢架係九巴試驗車身顏色嘅其中一款。去到佐敦道同彌敦道交界，先嚟見到好多嘅空調奧林比安巴士，然後係一部非空調嘅丹尼士巨龍12米巴士。哇！而家坐巴士真係舒服啦，又有冷氣，又有高背座椅，又有電視睇，坐巴士真係一種享受嚟㗎，就好似大家鏡頭所見到一部勞斯萊斯一樣。呢啲係咪叫勞斯萊斯級享受呢？冇錯啊！哇！彌敦道真係好多巴士喎。有九巴，有新巴，又有城巴，魚巴都有啊！哇！真係乜巴都有啊，真係犀利啦！而喺一部利蘭奧林比安之後，係一部富豪嘅奧林比安11米非空調巴士嚟嘅喎。呢部係九巴喺1995年引入嘅，亦都係最後一批非空調嘅巴士嚟㗎。哇！估唔到香港呢個咁發達嘅城市，仲有咁多人用單車嘅。因為單車係合法嘅交通工具，又輕便，一啲短途嘅運輸係好適合用單車㗎。而家大家喺現實裏邊係睇唔到呢種情況㗎啦，因為兩軸巴士同埋12米非空調巴士已經冇可能再一齊出現㗎啦。呢架丹尼士達志貼咗一個輪椅標誌噃，佢係咪低地台巴士嚟㗎？冇錯啦，佢係九巴第一代嘅低地台巴士，一共有12部咁多，喺1996至到97年引入嘅。由於嗰陣時嘅巴士車身顏色仍然係白色，所以呢啲巴士都係沿用翻白色嘅。咦，跟住見到個龍年巴士喎，九巴喺1998年開始就推出生肖巴士嘅系列。九巴每年嘅農曆年期間呢，都會推出最少一部嘅生肖巴士。去到2005年就係雞年啦。話搭巴士又可以學到中國嘅傳統文化，真係一舉兩得啦！尖沙咀係九龍最早期嘅發展地區，好多主要嘅巴士線都途經或以尖沙咀為巴士總站，當中更包括機場巴士路線。嚟緊一架又白又綠嘅利蘭奧林比安，佢係咪九巴嚟㗎？係啊，佢係九巴另外一部試驗車身顏色嘅巴士。
T1呢條巴士去邊度㗎？哦，T1路線係由尖沙咀碼頭出發，途經九龍多個名勝地方，再返尖沙咀碼頭。咦，咁正嘅路線，我都想搭下。而家冇得搭啦，因為已經取消咗呢條線啦。B1呢條線又去邊度嘅呢？哦，B1路線係由尖沙咀碼頭至到太子地鐵站，佢同203號路線被統稱為彌敦購物線。喺開辦嘅初期，行走嘅巴士都油上粉紅色嘅車身色彩嘅。大家有冇留意到九巴大部分嘅非空調12米巴士都係採用3道車門嘅設計嘅呢？因為呢啲巴士通常可以載160幾名乘客，2道落門嘅設計係可以加快疏客嘅速度。鏡頭前面嘅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係香港第一個大型嘅巴士總站，1920年代已經運作㗎喇。當時天星碼頭火車總站都係坐落喺呢度嘅，真係一個重要嘅交通樞紐啊！哇！呢度咁多白鴿，係一個白鴿嘅巴士總站喎，真係好似倫敦嘅特拉法加廣場咁樣。近年嚟越嚟越多巴士廣告都係利用咗明星效應嘅，好似呢架容祖兒巴士咁啊，佢係一個相機嘅廣告。跟住落嚟又有陳慧琳巴士，佢係一個職業英語運動嘅廣告嚟㗎。咦，呢個巴士站牌好特別噃！哦，佢係 T1嘅路線站牌。呢度係文化中心，大家知唔知呢度係上一代尖沙咀火車站嘅所在地呢？真係風水輪流轉啊！尖沙咀火車站要搬，而家呢個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又可能會改為大型廣場，咁就可惜啦！咁有價值嘅巴士總站，有可能就此消失啦。睇完九龍新界嘅巴士，我哋而家坐船過港島睇下。我哋嚟到港島嘅第一站銅鑼灣，哇！率先就見到一部上咗白色嘅香港飛龍廣告嘅丹尼士山峰。你嚟緊呢一部係幾號路線呢？佢係新巴18號，有捷徑王之稱，係由西環嘅堅尼地城去到北角健康中街。位於呢度附近嘅海底隧道喺1972年通車，一直以嚟都係交通嘅大動脈。雖然而家有東區海底隧道同埋西區海底隧道分流，但係仍然有好多車都係利用紅磡海底隧道過海㗎。你睇下附近嘅告士打道咁繁忙就知啦。鏡頭影住嘅110號巴士呢，而家已經唔喺呢度轉彎咯，因為喺2005年6月開始呢，政府就喺度實施交通改道，仲係永久實施㗎。嚟到灣仔，首先見到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嘅香港堂。由於佢嘅外牆係紅色，所以又有紅磚屋嘅稱號。跟住我哋見到一架新巴嘅紅色香港飛龍廣告巴士。嗰架巴士好矮噃，嗰架係特矮車身嘅丹尼士山峰，佢嘅高度只有4.17米，係香港最矮嘅雙層巴士嚟㗎。我好耐之前都係坐呢啲巴士過海嘅喎。呢啲係利蘭奧林比安11米空調巴士，係九巴第一代嘅雙層空調巴士，佢喺80-90年代引入㗎。隨着佢哋嘅車齡日漸提高，呢啲早期嘅九巴冷氣雙層巴士，亦開始喺05年嘅8月開始退役啦。奧林比安係城巴嘅主力車種，喺1985年開始引入，1989去到1998年間呢就大量訂購，
喺全盛時期，城巴大約有670幾架利蘭同埋富豪嘅奧林比安巴士。入到嚟莊士敦道，見到一架電車經過幾座被列為古蹟嘅大廈，真係夠晒懷舊味道啊！咦？呢架電車好唔同喎。佢係千禧電車，喺2000年投入服務，總共有3架。呢度係告士打道近演藝學院，我哋見到一部新巴配亞歷山大車身嘅丹尼士三豐，跟住喺天橋轉落嚟係一部配有都普車身嘅丹尼士三豐。佢車身上面嘅馬來西亞廣告呢，令我諗起附近嘅馬來西亞大廈。嚟到香港其中一個交通最繁忙嘅地方，中環紅棉路同夏慤道交界，呢度差唔多每日朝頭早都會塞車㗎。喺鏡頭右上角嘅建築物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2期，佢喺1997年落成。香港回歸祖國嘅儀式都係喺呢度舉行㗎。其他重要嘅國際性會議啊、展覽啊，亦都會喺呢度舉行嘅。佢係香港最出名嘅展覽中心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見到一部又一部配亞歷山大車身嘅巴士，真係好多喎。咁就知道亞歷山大車身喺香港真係大行其道啦。睇下呢個鏡頭就知道香港有幾多嘅亞歷山大巴士啦。哇！真係部部都係喎，真係好多㗎。咦，嚟緊都係喎。啊，跟住斷纜啦。我哋見到嘅都普車身嘅丹尼士三豐。呢啲架去邊度㗎？呢架咦，睇唔清楚喎。哦，應該係機場出嚟㗎。呢架我就好清楚啦，佢係一架山頂纜車嘅開篷巴士。佢原本係一部屬於新巴嘅丹尼士巨鷹改裝而成。除咗咁樣，佢亦都係新巴現役車隊裏面唯一嘅非空調巴士。落返嚟金鐘道，又見到一部千禧電車喎。哇！佢行得好快喎。其實電車一啲都唔慢㗎，極速都有成40幾公里㗎。帶大家嚟到德輔道中，每日都有好多隧道巴士經過呢一度㗎。因為呢度係香港嘅心臟地帶，差唔多香港每一個角落都有巴士經過中環呢一區啊。咦，嚟緊呢架巴士唔係金色嘅？哦，呢部巴士係配有歐盟3型環保引擎嘅10.6米三豐，佢有一個好美麗嘅名字喎，叫做綠油油巴士。佢嘅車身噴上漸變色彩，喺唔同嘅光線底下可以見到綠色、紫色、啡色3種顏色嘅。除此之外，九巴仲喺另一部丹尼士三豐、2部尼奧普蘭同埋1部富豪超級奧林比安上邊噴上呢種車身色彩嘅。哇！呢架巴士上車上得好快喎。呢架係猛獅 NL262，佢嘅引擎有260匹馬力，比一般單層巴士仲要大，最適合就係行走啲斜路路段較多嘅巴士線啦。帶大家嚟到半山嘅堅尼地道。咦，鏡頭後邊嗰條黑色鐵橋好有歐洲風味喎，有冇巴士經過呢度㗎？哦，呢條係山頂纜車嘅行車橋，橋底只有4.2米高，一般嘅雙層巴士係唔適合通過呢一度㗎。咦，我好似喺九龍有坐過呢啲丹尼士達志巴士喎。當然啦，呢啲全英生產最多嘅達志喺九龍、香港、新界甚至大嶼山都可以揾到佢哋㗎。
嚟到港島南區呢條係鴨脷洲大橋。鴨脷洲大橋係來往鴨脷洲唯一嘅陸路通道，佢喺1980年通車，初期係採用雙線雙程行車設計，其後由於車嘅流量越嚟越多，政府喺鴨脷洲大橋嘅旁邊加建行車天橋。去到石排灣道，見到一架城巴嘅富豪奧林比安11米，上緊斜路喎，都幾快喎。之後落緊斜路嘅係一部新巴嘅丹尼士三豐，好輕巧喎嚇。跟住落嚟又見到城巴嘅鴨脷洲車廠。我喺港島南區經常可以見到新巴嘅丹尼士巨鷹喎，咁點解嘅？因為喺薄扶林道近香港大學一段嘅路面比較狹窄，彎又多，唔適合行走12米嘅低地台巴士。咁啱呢啲丹尼士巨鷹11米巴士上斜又好力，載客量又多，所以適合行走呢啲港島嘅南區路線。呢度係2000年代初期嘅北角碼頭巴士總站，大家仲仍然可以見到附近嘅北角村。不過北角村已經喺2002年拆卸咗啦，從此之後我哋又少咗個市區公屋樓王啦。北角碼頭巴士總站嘅特色係採用雙疊式設計，同類型嘅大型巴士總站可以喺紅磡車站同埋九龍城碼頭揾到。講開又講啊，呢度真係有渡輪航線去九龍城碼頭㗎。除此之外呢，北角碼頭仲有去紅磡、觀塘同蒲台島嘅渡輪航線，分別係由新渡輪同埋富裕小輪經營。點止啊，連油麻地小輪嘅觀光船啊，都係喺度上船㗎。呢度真係一個重要嘅碼頭嚟嘅。好啦，返嚟巴士總站啦。我哋見到兩架新巴嘅丹尼士達志，前邊嗰架係配柏士敦車身，後邊嗰架係用卡羅爾車身，所以佢哋係唔同嘅。而家香港嘅新型巴士都係採用較闊嘅前門，作用係方便坐輪椅嘅傷殘人士上車嘅。鏡頭所見係新巴引入嘅30部尼奧普蘭，規格同九巴引入嘅大同小異㗎。哇！香港飛龍巴士除咗有白色同紅色之外呢，仲有黑色添喎。咁就證明咗香港係一個五光十色嘅國際大都會啦。帶大家嚟到英皇道。哇！英皇道條馬路咁闊，我諗好多巴士經過呢度㗎啦。咁你又知唔知喺60年代嗰陣時，只係得3條巴士路線經過呢一度㗎咋？唔係啊嘛？真係㗎，冇呃你㗎。以前只有中巴嘅2號、8號同埋8號 A 經過呢段英皇道嘅，而喺60年代嗰陣時，港島東區嘅發展主要集中喺英皇道嘅兩旁。時至今日，呢度已經有20多條嘅巴士路線途經呢一度㗎啦。以我所知咧，呢度好似同中巴好有淵源㗎喎。冇錯啊，中巴嘅總部同埋北角車廠喺90年代之前係位於家陣嘅港運城，而中巴嘅員工宿舍亦喺附近㗎。其實大家喺片段入面見到嘅雙層電車係好有特色嘅，因為除咗喺英國黑池之外呢，香港就係唯一有雙層電車營運嘅地方，亦都因為咁樣，唔少中外嘅遊客呢都係嚟咗香港呢度參觀電車㗎。補充翻少少電車嘅資料啊，香港嘅電車呢喺1904年通車，1912年開始呢，雙層電車就喺香港電車嘅車隊出現啦。踏入2004年呢，香港電車就已經超過100週年啦。但係呢種交通工具仲未被香港社會淘汰喎，真係一棵長青樹啊！
咗電車出名之外呢，香港嘅明星巴士都係好出名㗎。我哋入到柴灣，首先見到一部城巴嘅 A12機場巴士路線。我想知道由柴灣搭 A12巴士去機場要幾耐嘅呢？車程大約係1個鐘頭多啲啦，收費係45蚊，都算合理㗎。咦，城巴啲丹尼士巨龍同九巴嗰啲分別好大喎，係咪用咗另一種車身嘅呢？城巴啲巨龍都係用刀鋪車身，由於城巴要統一形象，所以用咗類似亞歷山大嘅頭幅。咦，咁多銀色嘅巴士嘅，好熟口面喎。呢啲係中巴嘅巴士，用作非專利巴士服務。鏡頭一轉，嚟到柴灣環翠村迴旋處。哇！呢度都好繁忙喎。我哋見到一架新巴流動服務中心嘅丹尼士達志，佢定期會收集乘客嘅意見㗎。我哋而家搭巴士去邊度呢？入去小西灣啩？好似唔係噃。咁佢去邊度呢？我哋帶大家嚟到一個好重要嘅地方。呢度喺1998年9月1日之前呢，係中華巴士嘅車廠，亦都係當時港島區最大型嘅巴士廠，見證咗中巴嘅歷史。1998年9月1日至到2001年8月31日，呢度曾經係新巴嘅車廠。而喺2001年9月1日至到2004年8月31日，呢度係城巴嘅車廠，即係大家喺鏡頭所見到嘅。呢度而家已經唔再係專利巴士嘅車廠啦，已經交翻俾中華巴士公司。一陣我哋帶大家入去參觀下啦。柴灣車廠曾經係港島巴士嘅重要基地，無論巴士嘅維修、檢查、收錢箱、入油，都係柴灣車廠呢度進行㗎。呢度亦做過中巴嘅總部，統籌晒整間公司嘅運作。呢部係自動洗車機，每當巴士一返到車廠就一定要洗車，之後先可以入去車廠其他嘅地方㗎。呢啲巴士車坑係每間巴士廠嘅必要設備，巴士車底嘅檢查同維修都要喺呢啲車坑度進行㗎。咦？點解巴士廠裏面有汽水車嘅？巴士車長都要飲汽水㗎嘛。
柴灣車廠條斜路真係好有氣勢啊，而且都幾斜添。唔知啲巴士行呢條斜路係咪好辛苦嘅呢？以前啲巴士馬力唔係咁大都上到喎，何況而家啲巴士有成300幾匹馬力，根本唔係問題啦。呢啲巴士咁似新巴嘅丹尼士巨鷹嘅。冇錯啦，呢啲係前中巴嘅丹尼士巨鷹，喺1998年9月賣咗俾新巴，喺2000年又賣翻俾城巴，做埋訓練巴士添。而家已經係3手巴士嚟㗎啦。嚟到海底隧道紅磡入口，見到每朝嘅指定動作，巴士排長龍。據我所知，行經紅磡海底隧道嘅巴士路線都係1字頭，東區海底隧道路線係6字頭，而西區海底隧道路線係9字頭。點解呢條線係3字頭㗎？呢條301路線係紅磡海底隧道嘅繁忙時間路線，喺1990年代初期，為咗舒緩地鐵過海路線嘅人潮，巴士公司開辦咗好多條海底隧道嘅繁忙時間路線。路線號碼都係採用3字頭。喺全盛時期，呢啲3字頭路線有10幾條咁多㗎。到咗1997年5月，西區海底隧道通車，有部分嘅3字頭路線就改經西區海底隧道，路線號碼就由3字頭改做9字頭。其後又有部分3字頭海底隧道路線巴士停辦，所以而家3字頭嘅巴士線呢，唔係剩返太多㗎啦。而行走海底隧道嘅巴士車型呢，亦都不斷演變。最初係丹拿嘅 CVG6 型，我哋俗稱長牛，同埋中巴嘅街牌阿拉伯5型。然後去到70年代嘅後期，丹拿嘅 Fitline、利蘭嘅勝利2型同埋丹尼士嘅祖比倫都投入服務。跟住去到80年代，我哋會見到有利蘭嘅奧林比安、都城嘉慕、丹尼士多明尼加、巨龍、巨鷹。喺90年代開始已經有空調巴士行走海底隧道嘅路線㗎啦，而到而家就採用更加多嘅低地台巴士行走添。呢度係往港島方向嘅車站，你睇下啲巴士幾有秩序入站。咦，又真係噃！咦，我細個開始咧已經知道搭巴士係前門上啦，後門落。咁點解啲人又會用後門上車嘅？哦，因為喺海底隧道嘅入口附近嘅巴士站，上車嘅乘客實在太多啦。巴士公司為咗加快乘客上車嘅流量，特設流動錢箱車。當巴士入站嗰時呢，稽查會將整個嘅流動錢箱推去巴士嘅中門附近，收集由中門上車嘅乘客嘅車資。你知唔知啊？而家啲流動錢箱仲有埋八達通機添啊！哇！呢啲流動錢箱真係好有用啦。去到呢度，等我講少少香港巴士嘅歷史資料啦。香港嘅巴士服務起源於20世紀初期，1933年開始實施專利巴士制度。由嗰陣時開始，香港嘅巴士就不斷進化。巴士由單層巴士變到雙層巴士，巴士嘅車門由拉閘變到而家嘅自動閘。巴士以前係有售票員賣飛，改為今時今日嘅司機一人操控。以前巴士嘅座位主要係硬座，而家嘅巴士就全部都係用晒豪華嘅刀背軟座。以前嘅巴士全部都係非空調嘅巴士，但係今時今日所有香港嘅巴士都差唔多全部有空調設備啦。由此證明香港嘅巴士發展係一日千里嘅。